2022年有一個天真無邪到有啲傻嘅細路攞住部 iPad 就話拍啲咩啊？王牌之路啊！而喺一個機緣巧合底下，佢發現翻一樣佢好想再揾翻嘅一樣嘢。2025年嗰陣時，我嘅心情係好糟糕嘅，好多嘅難題咧壓咗上嚟。喺暑假之前就有一個賽季，咁啊，既然係咁啊，不如嚟癲一次咁樣。我覺得試下咯，有咩唔得啫？喺玩 PUBG 嘅時候，我感覺到好似就喺我好多枯萎晒嘅嗰啲情緒問題裏邊咧，好似仲有一絲嘅曙光喺度咁樣。鏡破不改光，爛死不改香。由我細個對於遊戲嘅嗰份初心啊！ I am Optimus Prime. You carry the honor of the Decepticons. 當我攞翻起呢一個iPad，去開翻呢個 PUBG 嗰一瞬間，你喺現實度可以打破到我，但你打破唔到我對於呢隻遊戲嘅嗰個嘅熱血。